音樂第一歌曲獎流行歌曲。好，咁啊頭先講過啦，有3首得獎嘅作品啦。首先公佈第一首啊，排名不分先後，恭喜晒軒公張敬軒《青春告別式》。不過軒公今日有事未能嚟到現場啊，我哋之後會將個獎頒翻俾佢。咁啊，與此同時，佢都有個片段俾我哋睇睇㗎。我哋一齊留意熒光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張敬軒啊，好開心可以喺2024至2025年度超級推介榜嘅年度推介片咧，獲得我嘅呢一首獲獎歌曲《青春告別式》。我要喺呢度咧多謝填詞嘅 Wyman， 多謝幫我編呢首歌嘅 Johnny Yim， 同埋一齊製作呢首歌嘅廖子華華華，同埋我哋英皇娛樂上下嘅所有嘅同事。咁啊，要多謝我嘅歌迷。今年咧，我會俾心機，希望有更加多好嘅作品喺超級推介榜同大家見面。Thank you。再一次俾掌聲，軒公。